目前咱所使用这台票、新台票、纸票多样呢，是24年前已经用24年了。这央行进前宣布讲要来重新设计，不过最近网络顶头确定咧流传这纸票的新花样。央行强调讲，目前网络顶头流传的多样，拢唔是央行设计。这新纸票的票选活动，敢若用文字来描述，也别有图的出现。 中央银行定期启动新台票票改版，会以台湾之美作为系列主题。即摆有12项名家主题，互民众来网络投票。也毋过详细看投票的选项，全部只有文字形式来描写名家主题所看不到各种主题多样。我觉得还是要看实景，不过我觉得干嘛要再花这一些？ 冤枉钱，只能用文字来叙述的话会不太清楚，所以投的时候可能投了，但是最后长得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只是新票主题网络投票活动明明要到2月13才结束，也毋过网络所提前推出市场名额100、500、1000到2000的名额。 同样为百合、太阳花、台湾乌熊甲台湾灯会山牛拢有，也引起讨论。也毋过实际央行还未公布新版票的样式，网传图片拢是 AI 生成。央行表示，目前网络流传几啊张，讲是新版新台票票啊多样，拢毋是央行发布，特别澄清。 该活动系以文字方式说明12项面额主题选项之构想，并未公布任何新版钞券设计图案。网络上各种假借票选活动之名流传之相关钞券图案，皆非本行所发布。 这摆投票的名额主题包括河海共融、民俗节庆、甲艺术美学到旅行公会有12项主题。也毋过票选活动拢只以文字形式说明12项名额主题，选项构想并无公布任何新版票啊设计多样。虽然新票设计引起话题，也毋过随着数位转钱愈来愈方便，经济银行也鼓励民众过年把红包会当用数位形式进行红包互证，传达心意。现钞，因为拿现金感觉比较爽。 长辈红包的话是拿现金比较方便，比较有感觉啦。针对数位红包，民众有无同的看法？央行表示，透过发放数位红包，唔但会当避免金条，也会当节省社会资源，达到数位转型效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